第4波的武汉肺炎的疫情进入高峰期，顶礼拜平均一天增加35例死亡案例，是今年以来的高点。台大公卫学院预估6月的超越死亡率可能会愈悬哦。有医师分析讲，这波主流的病毒 XBB 是真高摊，最近中学感染的少年人嘛特别多。第4波新冠疫情来到真凶，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平均每天增加245例并发症病例，死亡是每天平均增加35例，创今年单周新高。疫情继续在高点。有医师分析，因为这波主流变异株是 XBB， 有免疫倒脱的特性，佮传播力强，尤其最近是校园的毕业季，中学感染的少年人特别多。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打了好几剂的疫苗，他一点点的症状竟然就阳性，然后一样照样去吃喝玩，然后监狱也不一定会戴口罩的，然后唱歌根本就不用说，毕业季真的很疯狂。得病天数增加，当前死亡天数也相对提悬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台湾今年5月超额死亡是17%，是解封了后头一摆出现严重超额死亡，代表大约有4%死伫新冠，其他是死伫非新冠因素，像其他重病死亡。那台大公卫学院顶日有估6月超额死亡恐惊升悬到25%。疫情持续，政府呢却放宽防疫措施，却解封，那民众就更加没有防备，也跟着不戴口罩，感染人数就更高。它只是一个新冠死亡人数的一个估计，并不是说我们的新冠的死亡率超出预期，并没有这样子。对此，疾管署回应表示，台湾累计超额死亡数是全世界第9家。防疫团队会诚心检讨，也毋过无接受防疫失败讲法。目前看来，整个6月拢是新冠疫情的高原期。5日节了后，有希望出现反转。那今年秋冬季有机会购买莫德纳的 XBB 疫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